是他有同理心的，他能够他会这样。了解你的辛苦。对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像你他风天那一天跑出去，他那个跑来跑去的又是你太太，天啊妈妈，你真的是跑来跑去草屯的。嗯，他有同理心的。他知道，他知道父母的辛苦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你是苦他可是不能投射吧？放松。所以我可能会调他一点那个。他知道复数吗？6年级的东西太难了。我不知道，应该不太对。这种名词他，因为他都已经丢光了，他这种名词他知道。他知道制止吗？制止。禁止啊。对。你说那叫？他知道吗？有制止这个东西。有吗？有，他知道。哦好，那就好了。放松放松。